我用去廁所嗰45秒，叫 Manus 咧幫我開始整一個 work app， 唔係叫佢俾靈感我，亦都唔係叫佢咧幫我寫 project， 而係直接將一個我中意嘅網站咧抌俾佢，叫 Manus 幫我做一個咧逆向工程 reverse engineering。我同 Manus 講，我好中意呢個 work app 嘅使用流程，我想你幫我分析產品結構啦，做出一個類似嘅 version 1。喺我咧去緊廁所嘅期間啦 ，Manus 已經開始咗做嘢，開始咧幫我去執行呢一個任務。佢真係好似一個助理啦，同埋好似我嘅 programmer 一樣，自己拆解我嘅任務啦，整理產品嘅流程。佢幫我自動咧拆出咗前端、後端、資料庫呢幾個主要嘅模組。食完晚飯之後咧 ，Manus 叫我試用一下啦。雖然咧呢一個唔係一個最終嘅版本，但係成個 work app 嘅產品結構咧已經出咗嚟。成個過程咧我冇用到電腦，我用電話去操作，然後佢可以幫我甚至乎將我嘅專案導出去結合啦，或者我嘅 local 入邊，方便之後咧繼續修改部署或者交俾工程師接手。咁當然啦，實際嘅效果同埋咧嗰個叫做開發時間，會因為專案嘅複雜度同埋你嘅操作方式而唔同。如果你都想用 Manus 咧建立你嘅第一個 web app 啦，建立你第一個咧應用程序嘅話，喺留言區入邊輸入 Manus， 我為你分享咧我嘅加連結同埋咧一個簡單嘅入門指南，教你點樣由零開始建立你一個嘅 web application。